兄弟姊妹，即摆的市长、省议员、市议员的选举，决定在本月19日举行投票。投票的时间是按上午7点到下午4点为止。希望大家毋通忘记了国民身份证、投票通知单，甲你本人的影仔，去迄个指定的投票所投票了你最新鲜的一票。即摆因为是3种选举合并举行的，各位到了投票所，会当领到了3张选举票，包括着市长的选举票一张、省议员的选举票一张、市议员的选举票一张。3张选举票色字拢无共款，市长的选举票是浅绿色的，省议员的选举票是浅黄色的，市议员的选举票是浅蓝色的。请大家领到了这选举票后，就用这个选务所甲你准备的这圆箍啊，你就该盖放在你所理想的一个候选人的顶头，盖一摆就会使入去啊。盖了后，你就投入了3种无共款设置的这个投票箱仔内，因为这投票箱仔内所带的这个票纸，也是按照着了选举票设置来分别的。浅绿色的是市长的选举票，你就投入去了这个浅绿色的浅绿色票纸的这个箱仔内。浅黄色的是省议员的选举票。你就投入了这个浅黄色有这个飘纸的这个箱仔内，浅蓝色的是市议员的选举票，你就投入了这个有带浅蓝色的飘纸的这个箱仔内。希望大家都爱会记住，才袂投唔着。搁较希望大家在投票迄天较早去这个投票所投票。最好是在上午去投票，因为甲下午4点就为止啊，所以下午的时间比较较短，免着了大家错过了投票的时间。多谢各位。